今年比较像是我们因为有第一届关系，所以我们去深入龙崎，然后看一下以前龙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现在，然后有什么事件经过，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策展动画。那从去年有办这个空山祭，那这个造成全国性的知名度。那今年在文化局也针对这边有更多的展览的造型，还有更漂亮的灯光。那再加上我们联合仁德、归仁还有关庙有共同办一些跨区联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龙崎这边走走看看哈。那也欢迎大家哈来我们空山祭这样。现场在这边看到这次的设计，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人潮。龙崎本身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污染，那它所有的这些自然生态都是很自然的形成。那结合这次艺术项目的设计哦，用整个这个竹编哦来制成，然后把它制成一个像有这个山哦，就是很特别，一定会带来不管是年轻朋友啊，或是大人小孩，也欢迎大家都来到龙崎这个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去年首都举办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在短短47天的展期就创造了19万的参观人次，更被誉为全国最美的山林灯节。2020龙崎灯节空山祭以大地回声为主题，将于12月25日圣诞节强势回归，呼应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返乡潮流，利用龙崎古老传说窝镜窗，探讨都市与偏乡间的关系。今年文化局更携手12组艺术家，共同创造14组光景艺术作品，规模更胜去年。欢迎大家一起来龙崎探访这个梦幻秘境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第2届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大地回声，是取自于这个地方9则5节的构述窝镜窗的一个故事。那透过艺术家把这个故事融入到整个艺术的装置当中，所以今年总共邀请了12组的艺术家，总共创作了14组的这些大型的作品。最大型的作品是长达200公尺的大型装置，所以比去年的规模更加的一个宏大。我们今年特别用一种收票的方式来管控人潮，让整个参观的品质更好。同时希望说大家用50块钱一个铜板的一个价格来支持一个偏乡的地方创生，透过艺术介入整个所谓的空间，让整个龙崎能够再生。其实也反映了这一次的主题大地回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偏乡，来共同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繁荣。所以今年的龙崎光节比往年更加的精彩，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坤哥，欢迎收看1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但市为了庆祝合并升格10周年，由市府甲议会共同主办的10档有成台南共好感恩系列活动，24号暗时由议长郭信良甲市长吴伟铁共同为灯会启动，包括交通部长林佳荣甲侪贵宾民代拢共同出席，场面相当盛大。由台南市政府甲市议会共同主办的10年有成台南共好感恩系列活动，24号暗时伫个永华府会园区来举行点灯祈福的活动，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市长吴伟铁、甲政府议长郭信良、林炳利、甲侪位的议员共同启灯，场面热烈。3、2、1，请启动！同时，我们的高空烟火此时此刻也开启释放。10年有成，台南共好。Merry Christmas， 大家圣诞节快乐！很高兴哦，回到娘家，特别温暖哦。那在这个圣诞节的平安夜，
这么多人齐聚一堂，一起感恩，也一起祈福。那要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这个让我们能够防疫做得好。台南市188万人，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面积更大，全国应该是第4还是第5。但是我想说，在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城市更好，是许许多多议员同仁以及市民朋友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在这个县市合并10周年庆祝的时候，我们更要记得，我们未来的路还有很多这要走，要更好，要向市民朋友们服务的。我想这个部分也非常谢谢。台南府会共同举办的灯展和其他灯会最大不同的就是这里的花灯，白天和夜晚都很好看。你日时来翕有日时的景色，暗时来翕相有暗时的景点，每一个景点拢参其他的灯会无同款，恁会处处惊奇，处处惊艳。议长表示，灯会对今日起一直到明年1月3号，伫每天暗时的5点半到10点半，拢会来点灯。日时除了会用欣赏百花齐放，暗时阁有灯花，希望呈现予所有的市民千灯齐亮的美景，欢迎市民踊跃前往欣赏。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25号举办第15届第2次会员大会，会中也包括顾问甲理监事受证的重头戏，其中委题嘛高度关心，这会留下历史性的记录。原本伫今年初要举办的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第15届第2次的会员大会，甲顾问理监事的受证典礼，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关系，延到今年底伫12月25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庆惠，以及座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市府官员甲各界的贵宾，拢应邀出席，场面盛大。我相信天佑台湾尤其天佑台南，我们台南市是个福地应该也是可以在我们黄市长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所有在场贵宾本地的福气啦我们台南市一定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疫情的危机那今天也是圣诞节在这里也要特别代表协会祝福所有我们在场的贵宾今天大家都是圣诞快乐，然后祝福大家也可以阖家平安健康。今年的首席顾问由良丰企业的董事长林玉挑继续担任，副首席顾问由三立货柜的总经理黄永仁，由协会理事长罗启俊，带领所有理监事甲顾问团的成员，做伙甲市长翕相留念，场面热烈。是我们台南市外籍记者学会长期赞助我们的精英顾问们，对，非常感谢。来，大家取好景了没？会中记者协会为了鼓励会员会用更加精进，伫理事长罗启俊任内，也通过会员报道的奖励办法，只要会员伫新闻报道得到国家级的比赛前3名，拢有奖励金。今年嘛首次有会员同时得到文化部金市奖，加新书牌新闻的报道奖。大会当时嘛颁发5万块的奖金，予得奖者郑雅珊。台南新闻林根何小邦采访报道。昆山科技大学相关学院落实大学社会责任，结合安平甲官田的在地特色，将零卡团做成精油产品，并且结合文化创意包装，推出平安福地，得到真侪好评推荐。过去只会当单调零角卡，现在经过演化，被做成零卡团再利用，不但成功将农业废弃物创造新的价值，也为农民、文创以及美海业者创造新的财源。原本是农业废弃物的五角，在我们的局长带领之下，结合我们成大化学系林宏平教授的技术，我们把原本的农业废弃物这个角，先把就是它化成一个高附加价值的零和碳，而且现在是更升级，叫做造地零和碳。那零和碳的特色就是有一个保湿器，吸附性都很强。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很多美容店家或各方面的各行各业都倒闭。那我希望说，因为我是一个心理疗愈师，
不只是零卡团甲精油的结合利益，2022平安惊叹级附带外包装，嘛特别采用文创业者安平平安的设计，让产品更加具有吉祥平安、安定人心的感觉。已经有带在身上的时候，不管你是身心俱疲，或者说希望沉淀，或者说希望提升，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生活的好用品。所以这一次我非常感谢、非常感恩能够在关键区取得台湾青年小镇的入围，还有城镇品牌奖这些双荣耀之下推出这个产品，希望带给大家2021年都能够有好的生活、好的创意、好平安。昆山科大商管学院 US 计划成功整合官田林格甲安平的文创，邀请精油雕香比赛冠军吴柔仪老师为产品设计出2种不同的香味罐，一推出就受到女性消费者的喜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武南里社区的关怀据点伫里长陈清泉甲当地发展协会以及志工的共同努力，除了共餐以外，也有侪丰富的课程办了相当的成功。所以里长为了让民众展现因学习的成果，特别选伫圣诞节之间来举办发表会，场面热烈温馨。文安里为了关怀历代的长辈，对2年前就开始伫关怀据点增加长辈共餐的活动，一礼拜3天。现在参与的人数已经增加到50多人。伫文安里发展协会甲志工的支持之下，里内除了共餐以外，也安排了各种丰富的课程。这届圣诞节，里长也特别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成果发表会，除了展示社区长辈学习的成果，这也是希望长辈未来会使行出社区来表演。今仔日就是咱的成果展，咱的文兰的关怀据点2班的成果展，我们的长者的地方，大家足欢喜，要接表演的。我即摆连工要拜托小社甲阮带出场，咱若分局呢，分局顶迄边也有活动，也是咱议员、周立青议员、宋议员有活动，阮遮长者呢，即拢是本实了的呢，即拢是真本真了，安尼伫遐呢，安尼拍摄出去，豆打出去，伊即摆做足欢喜。共餐除了有文安里的民众参加以外，周边附近的里民也共同加入，里长也拢无拒绝，拢非常的欢迎。就是希望大家亲像一家伙仔共款，这也互与会议员周丽珍甲蔡淑慧拢非常的肯定。但是呢，阮的长者是会里长啊，安尼行人愈济呢，咱公司袂堪哩。我来讲我咱文人呢，咱的社区，咱的里办公处后头真在，所以呢袂倒啦，会愈做愈好。有足侪其他咱的外里呢，隔壁里拢会遮参加，参嘛阮2个来，因为咱咧做咱的口碑，物件愈做好愈好，品质愈好。所以呢，长者呢，特别阮遮的志工，大家呢服务真好。里长足用心的伫即个长者共餐的当中，伊希望讲互咱的长辈不只食了健康，还佫食了好。所以伊已经有的经费，事实无法度食足好，但是就是像伊讲的。伊后壁有一个足大的后盾，就是咱文安里的后头厝足强的。所以阮的社区发展协会，佫有足侪阮地方非常热心的人，大家拢佫出钱佫出力，希望咱的长辈来到咱即个所在用餐的时阵，会当有取到食好、食健康，佫有食着温暖。尤其是咱里长伯咧选择即个老师。拢是1等1的足赞的老师，所以咱会当伫迄个食了健康以外，佫会当运动，互咱的身体嘛做咧健康。里长也强调，看到每一个长辈面顶的笑容，这就是伊上欢喜的代志。阮的长者呢，逐工来遮呢，笑眯眯啊！里长看到心情偌爽，你毋知？看伊咧欢喜呢，长者咱伫遐足欢喜。所以呢，咱即个长者共餐呢，咱是迄个愈做呢会愈好。会中郡王西主会也赞助了共餐的餐费，甲里内环保志工的装备，这也互里长非常的感谢。警察局第6分局也趁这个机会向民众做宣导，希望民众爱注意交通甲自身的安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提供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
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帮助少年朋友在找头路时，会当真正符合家己的兴趣，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成立了青年职业发展中心。其中台南中心伫今年届满2周年，也特别举办成果展览，表民众趁机会认识适合家己的工作方向，也欢迎有需要民众前往咨询。成立满2周年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为了让市民了解因的成果，日前因特别举办了主题展，以着今年年度的课程核心沟通为主题，规划4大展区。除了成果的展示，也安排了手作体验的课程、甲美业体验等丰富的内容，让参与的青年朋友伫过程当中了解到家己适合的职业方向。我们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今年109年度大概协助了6700多个青年在寻找他们职涯的方向。那今年其实是我们一个整年度的成果展。那在这个展当中，我们有去展出了我们在讲座啊，或者是各种团体课程里面的跟青年的一些互动的过程。那今年的整体的执行状况，其实较去年来讲，我们大约成长了2000个人次。那我们希望运用这样一个多样的活动来协助青年能够去在他们当对于职涯感到迷惘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就服员一起来帮助他们来寻找人生更清楚的方向。就是都是可以自我探索，然后从里面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其实他们有办很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不会只局限在我们学校只学的这样。亲自参与职涯探索的分署长也对着这个主题展非常的肯定。同时，分署长也邀请有需要的青年朋友，会使到因的职业发展中心。我很惊讶哈，也很惊艳，也很开心，因为我自己虽然在公部门，但是今天来到实境的探索之后，我了解我的兴趣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哈。所以，如果我是青年，我会好好的来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域。那欢迎各地的青年都可以利用云嘉南分署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我们会带领青年进行职业的探索，还有企业的参访，甚至我们会办理很多精彩的营队。那么希望对青年人职涯的发展跟规划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欢迎各位青年学子多多利用我们云嘉南分署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云嘉南分署就是希望透过安尼轻松特别的主题展，让青年朋友会使更加了解因，伫未来有需要的时阵，嘛会使找因斗相共。同时也让大家知影，职业探索是多元而且趣味的。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般甲中线空间容易出现心跳上紧、体重减轻等症头，而且一般拢是靠西医来治疗。不过因为有一寡人会有副作用，所以最近安南病院用中医来介入治疗，不但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副作用。目前治疗成果嘛发表伫国际期刊。市立安南病院中医部的主任黄生腾表示，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原因有真多，有甲状腺毒素的结节、脑下垂体的腺瘤等。而且看的原因是弥漫性的甲状腺毒症，也就是格瑞夫氏病，属于自体免疫失调的病症。一般的病人拢是靠西医来治疗，不过因为有一寡人会产生副作用。因此，中医针对个人的体质来辨证，分作肝郁、阴虚、湿热加燥热来治疗。我们中医讲的是辨证，所以基本上要看你的体质，你的体质的辨证，这个基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因为中医来讲，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几个。第一个有可能是表现出来是一种肝气郁结、气郁。气郁简单用现代医学来讲的，讲可能生活容易紧张啊、压力啊，或是说睡眠不佳什么等等的这种情绪性的压力所引起的，我们就称之为肝气郁结。另外一种有可能是，比如说是这个
肝肾阴虚属于阴虚体质的，好阴虚体质的。那这种阴虚体质可能表现出来也是会有一种燥热，啊，可能阴液不足，好。那另外一种也有可能表现出来是一种湿热或者是说热毒，啊，比如说类似像甲状腺风暴，好，那时候那个燥热感非常强烈。那所以说我们中医基本上哈，在治疗这个甲亢这一类的疾病，好，还是要看病人的一个体质的状况来决定。医师强调，药啊无分中西医，爱看个人来调整。伫咧经过半冬到9个月治疗甲追踪，目前中医伫咧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不但有好的成绩，而且嘛无啥物副作用。目前这份的成果嘛伫咧国际探索期刊来发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话人工关节手术，其实到现在已经相当的成熟。教授罗格安嘛表示，其实空喙的大小只是影响手术以后恢复的时间。上界重要的是人工关节放的位置、甲方向敢有准，才当避免手术以后的后遗症。对身体退休，目前担任过综合病院微创关节重建中心的罗国安教授，对30-40当前，就以侧开的方式执行全款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对一开始的120公分的空喙，到2000年以后，伫个安全无顾虑的前提，渐渐缩小空喙。对2002年以后，完成超过3000例人工全关节的徒手侧开的微创手术，而且空喙缩小到5至8公分，不但恢复的速度紧，而且手术后嘛会用马上落床来行路。微创事实上是在小伤口下能够安全、准确、稳定的做手术的这个能力是最要紧的。这样的能力不是说呢，你今天想要做，明天马上就可以达到了。这个必须要靠着不断的训练、苦练还要靠经验的累积，才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善的境界。那么这个人工全髋关节的手术，你可以从这个前面开，从侧面开，从后面开，有很多种进去的方法了哈。那么我比较喜欢从这个侧面开，因为从侧面开的话比较不会，你从侧面开的话容易碰到这个血管嘛，从后面开的话容易碰到神经而且你说从前面开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往前面的脱臼；从后面开的话，很容易造成往后面的脱臼。尤其从前面开的话，如果不熟悉的话，很容易那置放的角度位置就会误差很多。那么从侧面开的话，就是刚才我谈的好处，它除了说可以避免去伤到这个神经血管以外，那么它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而且不太容易脱臼，几乎是不会脱臼的有这样的好处。罗国安医师强调，这种侧开微创的全髋人工关节手术，不但伤害上少，而且手术后嘛较无位置不良或者是脱臼的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短期内袂用个抬脚或者是长脚，因为会较无力或者是痛痛。医师建议爱4到6礼拜以后，才做抬脚加长脚的运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现在是7月份的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以上就是在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祝你圣诞快乐，咱再会。